總價200萬可以喺珠海香洲擁有嘅最靚嘅海景房冇之一啦！嗱，6米闊嘅陽台睇出去就係無邊際嘅海景啦，珠海香洲海景嘅天花板，樓下就係情侶樓啦。好，我哋嚟到室內先，可以見到客廳開間4米闊4間房，入門口仲要係獨門獨戶，有5個平方米嘅入戶花園，全屋嘅電器仲有中央空調做好晒俾你嘅，3間房純南向睇海景啦，樓下就有商業街噶啦，樓下去到香洲嘅主城區5分鐘，2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3個會員店、環宇城，仲有華發商都。你睇主人房都係咁靚嘅海景單位哈，然之後20分鐘就可以翻到拱北噶啦，25分鐘去到港珠澳大橋，再嚟感受下咁哇塞嘅景觀，總價200萬，首期30萬左右，拎包入住。